咱台湾咧是后个月7月22到7月26，要来举办5天的汉光演习。为了要让演习更加来接近到实际战争，所以这届的操演无剧本，嘛第一届甲指挥去中心化。立委为了要更加了解这种的改革，特别邀请到现任的参谋总长梅家秋来备询。这嘛是1998年东飞了后，让26年，阁有参谋总长来备询，嘛是史上的第3人。计将近28档，搁再有参谋总长到立法院备询。梅家秋是历史上的第3人，和各项被动事共款穿西装，就是为着年度各项的重头戏汉光40回操演。我们能够社会大众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军，更支持国军，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。总长无排除搁来报告，面对强军的威胁，今年度的汉光演习聚焦4大重点，包括整体防空效能、联合击击甲反防水能力、国土防卫作战、全面防卫动员力量，验证三军战力的时阵，操演方式嘛做出改变，包括采取无剧本、促销红军以及指挥去中心化。其中去中心化都引起到立委的注意。指挥官要非常清楚他的任务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给这些指挥官充分的授权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责任区。第四个，我们也要给他一个非常周延详尽的一个交战规则。最后，他要有独立作战的能力。种种的手段，让部队的操演会当更加接近实战。为了扩强国军双臂兵力，内政部也配合国防部的规划，第这礼拜宣布改造补充兵的条件会更加严格。当年估计将有1925位人登去做双臂役。这个是亡羊补牢的一个态度，招募来加把劲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是提升我们的国军的这个士气跟国军的能力。因应国防跟整体国家安全做的调整，我们都尊重行政部门的这样子的做法。面对中共将台海内海化企图，国军严正战力，增加兵力，同时进行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